你听兄，你嘛爱心意，政治是政治，音乐是音乐，袂通安尼掺做伙啊！你袂了解台湾人的心情啦。伟德，你行你的侵入路线啦，我甲你话无投机啦，请请是要请啥？他早搞我无困，这小命算啊！小春啊，我是我来啊！小春，袂使安尼。你听兄，即摆之时，我嘛无法度甲你解释清楚。不过我相信，有一天一定会通了解，会通知影，阮毋是你想的迄款的人。破爱。你伫遮写哩哦？是的，这里做毛病，无甲你讲一声，すみません。你的字写足水，嘛足有力。安尼看起来，你过去一定是个足无平凡的查某人。叫你住伫这间小小旅社内底，每工做这款拼出的工课，对你来讲，实在是足可惜。你莫安尼讲，我连我家己叫做什么名，住伫倒位，后摆要去倒位，我都拢唔知影。我会当甲安尼空空，什么代志拢想袂起来，会当拄则有厝通住，有饭通食，我都已经真满足啊。阿 Kiko， 你只是暂时袂记你过去是啥物，慢慢来，你一定会通想起来。到时阵你就知影，你家己是一个足特别的查某人。我对你有信心。是你无记啊，佮遐尼鼓励我，我无参照你想的遐尼好。啊 ，Kiko， 你袂通对你家己安尼无自信。你看到啊？人活着世界，爱有梦，爱有抱负。人因为有梦，才遐尔伟大。有梦，才有希望。像我孙女，一世人做医生，也敢若会当叫外人的命，嘛无法度叫外人的灵魂。都亲像你，虽然我叫活你的身体，啊，毋过我还是无法度叫活你的过去啊。阿 Kiko， 咱两个做伙来拍拼，将你的过去搁找倒转来，好无？好，真好。师傅，我找到啊，迄个破坏咱任务的人，倒位？伫芝山岩山口开地馆。师傅，我带你去。变，我去就好。哎呦，老客啊，哈，这够早了，今仔日哦，你算头彩啊，那就好，没问题。我送你啉一杯啊，吼，免费啊，退火切草地，来，好啊，手凉搁干火啊，来，啊，对啦，老大人吼，
就是安尼吼，透早起床吼，身体较会用啦。嘿嘿嘿。少年的，啊，你进去内底叫铁钉仔出来招呼啊！啊？无啊？啊，你这个口气，敢若我面具吼，无这个资格来招呼你是无？啰嗦，进去。诶，啊，你这半夜暝晚的啊，我对你好款，你做愈歹款啦！你当作你是本天王是？我手里我信件也献出来，日本天空嘛要给我3分。少年，假使你搁伫遮啰里啰嗦，惹我生气，你就知死。嘿嘿，王阳明啊，你若是要放屁吼，麻烦去phòng尾，莫让这白灵死者吼，我袂单啦。啊有人客，这辈子你也莫你莫啦。你过，你是安怎？咱过来人家冤家啦？无啦，我嘛无呀。对啊，这个人真够怪，袂算假鬼的呢。我安尼也袂用，安尼也袂用的，我正要来找你啦。我说你，我说你，我说你。你就是铁钉仔，无毋对，我来铁钉啊！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这个所在随时有人出出入入，讲话无方便，来到我遐一讲，是有关孙门的代志，你应当有兴趣啊。厉害厉害，太厉害了！对，这不是滚生球呢，会死人哎！这若是无心明负心，普通人是做袂到的。心有负心啊！安尼我就唔捌啦。是安怎？我两三个手，你两个徒弟就变做我的手下败将。讲到因两个，唉，枉费啊！你也知影，乌甲武就是爱专心生意。因两个无听我的教示，无专心，阁无诚心，是要安怎学着好的功夫呢？所以这两个饭桶卡笑，我已经看破。我唔才会找着你。找我？无唔对，我千挑万选，总算互我找着啊！华你讲找着暗杀孙文上适合的人。啥？你要叫我去暗杀孙中山哦？你放心，我袂白白叫你做这件代志。代志若是有成功，我调调优胜。另外知影，我你公伫咧朝廷官拜一品，是自己太后面头前的红人。到迄个时阵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你想要伫什么，就什么。哎，要抬孙文吼，我也双手赞成。好啦，你班这人讲着你安尼生袂囝，代志真相是安怎，还袂弄清楚。讲到孙文这个人，我你讲上清楚，伊是阮大清帝国提名要犯，伊不但
叛徒，而且佫交给日本政府，想要联合日本政府来推翻大清的江山。你讲，亲像孙文这种的人，不应该杀。那安尼，到底是倒一块人才应该杀？照你安尼讲，孙文是恁满清政府想要来叛乱分子，你哪会无爱冰岛等来想看嘛？现在遐侪人要来反对朝廷咧，迄就是因为恁满清政府腐败、贪污、借武到这落款。即马台湾挂日本人，台湾的百姓，互日本人咧糟蹋、咧欺压，这拢是恁满清政府一手造成的。怪朝廷无能，也毋过恁爱知影，朝廷会将台湾割予日本，这拢是不得已的。朝廷嘛是感我的心痛，这就亲像一个老母，将家己的后生卖予别人监管。亲爱的，都是有孙文这乱党来作乱，来乱不除，是要安怎应付麻烦呢？所以，咱一定要将这革命党给抓起来，抬头杀进，才会当保掉大清的江山。到迄个时阵，咱就会当全心全力来对付日本，将日本人赶出台湾。中山先生，阿妈，我来甲你铺面床，敢会甲你交了着？袂啦袂啦，你请内底。嗨，我即马拄好要写批互广东的同志，你做你无用哈。嗯。你是怎样？哎呀，你是啥物血滴到这个屁股边的？你喜欢啉咩酒？我就药互你食吼。阿基哥，阿基哥，哎呀，来，阿基哥。手不灵，啊！成功合体，杀！何信坤大展神威，哇！成功合体，你是咧创啥？三更半暝在遮起笑？我咧起动啊！看卖吼，成功合体。什么话啊？哦，遐个人甲你讲的遐，你当作真的啊？嘿，大你唔通安尼讲吼，你嘛是亲目睭看到呀。迄人吼用刀啊，徛起来安尼扑，安尼扑，有无啊？啊，搁用枪吼，安尼断，嘛拢无死呢。啊，无你讲，因是为什么做会到？啊，安怎？讲袂出来对无？哼，我就知。迄个李公公吼，都袂输啊，敢若李天书咧，敢若吼迄新平来负心共款咧。迄讲话吼，就敢若新平讲共款。对，你千万唔通无听。我看了看吼，迄个中山先生吼，都无参像因讲的迄种人。哎呦，啊因迄阵人吼，敢讲甲你气无够俗，来遮闹点，哈，无你手闹呢，目中无人啊！啊人迄李公公哦，有情有理，安尼甲你解说，敢讲哦，你还阁无闲聊？就算讲今仔日啦，无遐赏金嘛，你嘛应该甲孙中山遐人吼，甲太太去死你！啊有遐赏金哦，是咱冒着呢。我看了看吼，中山先生拢是一个正派人。对呀，啊你是读较歹的气象啦，
啊，你的正义感就叫叛变笑。阿去哥，阿去哥，你真是啊！哪会安尼啊，Kiko？中山遐讲是下句，以前拢捌安尼啊。我嘛唔知影，向我一到过喘袂过。啊，我会记咧，迄有可能中山先生哦，当时替你紧急开刀，将囡仔摕出来，啊，落体时阵哦，伊就去受着风刮，才有即个迄个下骨的毛病啦。啊老弟，照你来讲，我前几摆有囡仔，啊，我的囡仔嘛死啊！这个代志阮爸爸讲过，惊伊袂堪的啊。歹势啦，我都唔知影咧。你啥？不要紧，你继续讲，我唔惊，我早就心理准备啊！你讲，你甲我讲。阿去哥，你放心，这个代志我会慢慢甲你讲，不过绝对袂当影响你的面子。啊，对啦对啦对啦，将你的病吼医好，这较要紧啦。嘿，对啦。我这一寡特效药，若是你发作的时阵啊，爱念物食，若是无念物食，会危险你的性命，知无？这药贵三三，唔好啦。贵，哪有比一个朋友的性命搁较可贵？无要紧啦，你先休困哈，无要紧。小春，你哪会甲 Kiko 讲你哪的代志？我才要讲你，当初你甲阿 Kiko 救倒来，中山先生讲这阿 Kiko 的话袂，我搁一个问题，是要来照顾囡仔，搁再讲咱这创革命，当时要用了，伊都唔知影是要来斗相共啦，对无？啊，咱当初毋是讲过，要甲阿 Kiko 讲，囡仔已经死啊，互伊较无负担嘛，对无？阿三老师，即摆囡仔伫啥物所在？半年前我是交互阮女社的内长阿辉照顾，但是无偌久伊就离开啊。啥物？囡仔互人抱走？为着这件代志，我嘛感觉真不安。对啦，当初是想讲吼，阿 Kiko 的身体吼，无法度恢复遮尔啊紧，囡仔毋得交互别人照顾。啊，谁知影即摆阿 Kiko 的身体遮尔啊稳定啦，囡仔煞来无去啦。我看即个白菜吼，无继续讲咧，真正袂用的啦。啊，对啦，中山先生啊，你毋是讲要去救即个非洲起义的代志？对啦对啦，但是是安尼啊，刚转去面哦，我拢布置好啊。阮计划伫10月8号迄天伫非洲发动攻击。啊，小春，你伫台湾这边有偌侪同志会当斗骹手？吼，到目前为止会当确定啊，有8个人啦。 8个人啊，8个人确实较少啊。不过，无要紧，伊行动的日子阁有1个月，咱尽量阁拍拼一下，好无？阿三老师，你这边呢？我甲行政长官也有丁新兵的交情袂歹，我当地甲伊参详，希望到时阵伊会当援助你。真好，若是有日本的援助，咱革命运动有希望啊！啊，对啦，中山先生，我是希望吼，你目前咱较积极伫台湾筹备一个共兵会。公平会是是啊，这个共兵会的宗旨就是希望伫咧台湾的台湾人甲日本人斗阵，共事业、共利害，平等相处。对啦，你也看，迄天咱伫白灵寺地楼，为着要唱一首日本歌，发生遮尔大的冲突啦。我才发现台湾人甲日本人的冤仇，结甲遮尔啊深啦。我想到啊，咱着找迄个天爷，找伊来做这个共平会的发起人。我感觉这个人哦，绝对毋是一个简单的人，互伊有伫地牢内底，确实有够可惜。你两个人感觉是怎样？共兵会啊，
要叫台湾人甲日本人和平平等伫斗阵，这个人可能，恁根本就是空思梦想。这就是咱大家爱共同奋斗、追求的目标啊！一定兄，我知影你伫台湾人内底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，有你出面，一定会当影响足侪人。关于日本政府，都交予阿萨诺桑，伊伫政界甲下界真有名望，到时阵一定会当影响日本政府来重视这个问题。只要对台湾人有好处，我拢会去做。只是以我对日本人的了解，恁即摆所想甲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伤过天真。试看卖嘛，看我阿三路这个人是毋是有口口？若是真正亲像你所讲的，你嘛无损失啊？什么叫无损失？我甲恁讲，日本人伫我身上侮辱过、伤害过的伤痕，甲打我也袂煞啦。我的目屎嘛也袂干啦。我无遐尼简单就放过日本人啦。弟弟兄，我是毋知影你甲日本人之间有啥物恩恩怨怨。不过，反过来想，就是因为你家己亲身受过日本人的伤害，你更加要站出来，组织这个公平会，呼吁日本政府要重视这个问题，要好好对待台湾人啊！要组织啥物会，也是要做啥？我家己就晓做啦，无需要招迄个日本人来参加啦。弟弟兄，这是我写的册，送你。你看完以后，一定会当了解，会当知影我孙中山先生是一个盼望自由平等不爱的人。我交的朋友，从来唔好分为是啥物人，是啥物国家，主要是平等对待，就是咱的好朋友。车要送你，得要搁考虑哦。你这样足无人情味呢。假使讲日本人真正袂晓相信，我甲中山先生感觉也袂晓相信的吼。喂，啊无你两个坏大笑啦！真讲看袂翻车，阮大哦，已经对你真客气啊，莫再叫5面啦。我甲你讲啦，有人请真侪钱后，叫阮大哦，甲你做掉来知无啦？你若识时务吼，就外远走外远啦。赶紧走。一月半啊，唔知死我，使用阮大个。搬山过海，走到这么远来，就是为了要执行暗杀孙文的任务，好等于向朱熹太后邀功领赏。但即马好啊啦，师傅，我另外找一个铁定来执行任务，咱是要创啥？即马咱四大高手真正是食屎都无。师傅安尼吼，真足无公平的啦。咱义和团的行为哦，然后一个小小的点啊手，我安怎我唔甘愿啦？啊无安尼啦，咱餐餐改好嘞，恁看啥款？好啊，咱来这两病馆吼，来个等啊，等顾着咱的啦。安尼好，先下手为强。每一届我来台湾，拢无法度停足久的，所以即摆我应该用一寡时间来了解台湾。来啦，我来带咯。我伫台湾哦，有那住3年外，算做一人台湾。是义和团的人，竟然伫今仔顶表演成功。因甲东山骗老百姓去赌，又搁搬到台湾来啊！是顶摆迄2个人啊！放开，出来！无我要开枪哦！这下等于咱来甲咱大铁定交代。走，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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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你看年轻，你玩到无？啊？哎，来唱。阿基哥，去，今仔中山遐飞去坐去，我来请你先。
救生先生，你是安怎？伊哦，迄时就讲叫啦，啊无外伤啦，肩胛头可能去拽着啦。拽着。没关系。来，我讲开咧。你帮我轻松咧。安怎？有较好无？真正是有较好呢。真正好啊！嘿，阿基克，你哪会这么高啊？嘿，对啊，你讲，啊你哪会晓啊？我嘛唔知呢。你安尼问，我有所讲去。张先生，你即摆虽然已经好啊，啊毋过哦，你爱浸一下药水，啊我佮佮敷一下烧水，敷几工就好啊。多谢。啊是啥物人伤害你的哈？啊，第一支铁钉啊啦，伊上到苦的，电电交给义和团的人来抹杀中山先生啦。铁钉，你够爱记的。是啥啊？是我啦。哦，明月啊，嘿，你听兄。啊，这晚还未困啊？嘿啊。找我啥代志？你看，我喺交钱啊碰些衫呢。哦。来，我比看卖好不？哦。无啦。较爽吼。若无哈吼，我可会当人帮你修改呢。这碰衫是要送我的啊？佮拄拄好呢。啊，我会当照这个寸秋吼，佮甲你交一领外套。哦，唔通安尼，唔通安尼，唔免麻烦啦。你无介意哦？唔是啦，唔是啦，我介意，我当然嘛介意。介意就好啊，介意你就好好啊报销啊。无啦，袂用啦，来你摕你摕。我是你讲吼，你为我做遐尼多吼，我袂你过啦。铁定啊兄，你甲我客气啥啦？你看我伫你遮食，你遮大，你拢无甲我计较，佮无收我的钱啊，安尼我还佫较歹势。无啦，你无共款啦，你伫阮店内吼，是你走抢啦，替我吼带遐尼侪生意入门，我应该你说多谢才对啊。啊对啦，我吼走卡吼有兄弟豆汤，我确实我爱食吼。无，莹莹啊，莹莹啊。用小认真小有的，你的手就会较好。多谢。我孙文自细汉到大，拢是流浪他乡，出国读册。着咱中国民族运动伫遐拍拼，平时无闲的时阵，啊就等待啥物。不过一个人的时阵，我都感觉我家己是足寂寞、足孤单的。你的心情，我了解。我甲我某无带做伙足久啊，伊即马带我的囝带伫校外去，为着革命，我无做医生的工课足久啊，我都趁钱转去，所以伊对我很不谅解。一个查某人当然是希望家己翁婿会当踮家己的身躯边，这只不过是一个正平凡的要求，伊无毋对。啊，毋过长山也需要你，真侪人需要你来创造新的时代，你嘛无毋对。是啊，啥人拢无毋对，是咱是毋对时代。阿 Kiko， 即摆我到台湾，拄着你，你来了解我内心的痛苦，分享我的理想，我感觉足安慰。叫我转去读书好无？叫我转去长山好无？我一定要转去，长山需要我。你敢愿意陪伫我的身躯边，陪我行这段
艰苦的路。其实呢，我这个要求有够过分。中山先生，你莫安尼讲，为着报答你的恩情，你去倒位，我就跟你去倒位。为着报恩，你啥物都愿意做。坦白讲，这半年来，我对你较是有感激的心情，而且佫听阮二婶讲，你是一个有理想的人，更加我佫较敬佩你。你这种查甫人，记得伫我地里。喂，我警告你哦，你唔通遮小人吼！阮中山先生啊，甲你当做是朋友，非常的器重你。你无要领情准拄煞袂要紧啊！你无必要去交给什么义和团的人做什么，你兄我弟嘛。我跟你讲，你安尼做，我就看你无的啦。你是伫讲啥？哼！你莫顶钱吼！我只是要警告你，义和团所做拢是为着腐败大清政府，做一寡豺狼百虎的代志。你无需要互迄边写水啦，锁袂去啦！我跟你讲。你到底是讲啥？我真是听无啦。等，敢做敢当做，对我行。你倒？甲中山先生会死啊！行。你是咧创啥哈？你无需要看看的，这上面人地方对大无咧，下面人地方都共款啦。啊好嘛，不容易死。好，你住手啦！我都担心你到底遮尔闹代志，个人不出来数了。中山先生，这件代志你莫管啦，像伊这款小人啊，无好啊，假是后壁才死偌济人的啦。我相信这弟兄是一个是非分真命的人，伊袂听义和团讲的笑话啊。中山先生啊，这事事叫白山眼镜啊，迄敢咱一出地老是发生代志啊。我跟你讲，这口气啊，我替你讨，来啊来讨啊！你想怎？你给我。我巴肚吓我啊！对吧？你想怎？我睇就巴肚。哎呦！啊！你巴肚想怎？唔讲啊！我巴肚做这袂动呀，救命！倒来！哎用啊咧！好救啦，莫惊，你惊就无成啊啦。好啦，放较轻松啊啦，我甲你看啦。哦，你无晓得哦。咱去房间内底，我看一下。好，哎呀，等下，你想要创啥？哎呀，我是医生啊，是不是？来，啉来啦。哎呦喂！想怎？哎呀，那个无等呀，啊，水开刀啊？哎呀，开刀？是什么意思？是手术啊？哎呦，我都不拖落去。中山先生，你真正要替公正囝开刀，叫人为救火，莫啰嗦。哎呀，进来呀，你两你烧一担滚水来，进来，我水来。哎你姑啊，较啉来会使哦。哎呦，喂，你讲，你要离我的巴肚开一空哟？哎呦，没错。不过你放心啦，我会把它缝回去哈。开了以后呢，就永远袂停。好，好了，那呢，你也好心拜托，无坏事。好。哎呀，好呀。小翠，你赶紧回去，由我提器材甲麻药，进来，赶紧哦。哎呀，啊，快点来哈。哎呀，两面都好。去，你要冲啥？你要冲啊！你别紧张，明姑，别紧张，你搞好，我惊你咬着你家己的喙齿啦。好，快点来，快点来。即摆情况安怎？无代志啊，明姑的状况足好的，手术嘛足正常的，来你看。明姑啊，安怎？有较好无？对啊，有啦，袂痛，小可麻麻。袂痛。安尼好，安尼好。中山先生哦，讲来无毋对啦，你真是哦，开刀会开好的呢。哦，你拄则活惊人呢，活甲有够惊，敢咧胎底共款的。你看，这条面巾啊，互你夹安尼，敢咧芳收咧，一空一空。你看。大，
我才无遐你勇敢。我咧加在吼，你是去拄着伊啦，啊，你就惨，等下拄着人吼，爱讲说多谢，知无？我知啦，伊是花桃在世，我是拄着贵人嘛，吼。哎，明哥啊，你请啊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！你人少年啊，阁有体力，所以恢复足紧的。你看，这就是你身躯内底的物件啊！你莫看伊小小一层尔尔，但是做惯起来，真正是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应。你看嘛，你真夭寿咧哈！你甲我这条挂掉，你让我做台湾最后一个太监。你叫我以后是要安怎做人啦？你叫我要安怎甲阮阿爸讲，以后是要安怎甲阮老师了交代啦？哎呦！有啊，哎呀，较认真的啦，无遐严重啦。什么啊无遐严重？大啊，你代志大条啊！你莫听人讲，身体我骨受之白表，不可为伤啦。我都还没娶某，就甲我这条挂掉，这就是不好啦！你叫我要安怎甲阮爸讲，阮爸若知影，你就话我甲我讲死啦！我这条啦。有，袂啦，你莫紧张。我甲你讲，这只物件啊，放伫你身躯内底，嘛无啥物路用啊。啊？我甲你保证，这物件挂了以后，绝对袂影响你的身躯，嘛袂影响你的生活。无路用，挂我的，是不是挂你的个？我不管。你甲我接断，啊若无吼，我甲你袂煞咧。无路用，挂我的，是不是挂你的个？我不管，你甲我接断，啊若无吼，我甲你袂煞咧。你这人吼，实在唔知人好歹咧。咱中山先生好心替你开刀，啊无你再等啊大，你再来逼伊啊！唔要紧哦，对你心脏、对你脑筋，你踹起来等我你讲。你就该讲讲，你当你妈咧讲。啦，二姑啊，你较冷静的啦。人中山先生是西医，我听人讲吼，西医拢是安尼啦，你莫冤枉好人啦。大啊，那连你都叫洗脑去啊！我开刀是无要紧的，我这条你嘛是好卡痛好，中山先生，这款无志气的人，咱莫插的，行来走，枉费你救一条命啦。哎呦，行啦，行啦，中山先生，行啦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，好了，咱们就留落吼，你不要等一下走啦。我所做好台湾最后一个太监，阿爸。咱这个孙大夫啊，不但家暴，佮爱管营养师，人无甲洗刀消，你要讲啥？将伊的肠啊，甲倒转去啦。就是啊，中山遐坚持要管的代志，谁嘛无法度阻止。但是这摆啊，你是好心去互雷震吗？这个病人是因为无了解，所以才会惊。其实三国时代有一个花桃替关公挂骨疗伤，开刀手术，人关公连海一项嘛拢无呢。啊，毋过花桃要甲做错的头挂起来开刀手术，错起来做错歹死。所以这种代志就是看人。关公相信花桃，做错就无相信。中山先生，你今仔当的吼是做错。不过足奇怪的，阿去讲，伊哪会肉遐济呢？哎呀，是啊。我嘛毋知影呢，我永远头壳内有这种想法。我毋过我想要讲，迄个玫瑰吼，比咧阿去讲较不如啦，戆到村啦。咪姑诶？是啊。迄个人的名叫做咪姑诶哦。是啊。伊另外阁有一个朋友叫做铁丁啊。铁丁啊？铁丁啊，咪姑诶。伊两个名哪遐尼趣味？我甲你讲，人阁较趣味，尤其哦是迄个叫做铁丁啊，伊真正是个男子汉，足值得你甲伊做朋友的。安尼啦，有时间哦，我介绍你两个人熟识，吼。好啊。来来来。咪姑诶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是我为草山摕回来，阮阿爸种的草山的柑仔哦，足甜的哦。哎，咪姑啊，我等去厝的才几工仔尔，啊你哪规个人消散落吧？啊
啊，你是啉什么保药酒？我头芳是无？嘿啦，去互你摇着，我就是去虎头帮定着啦。但是啥来？我这地嘛，后尾永远离开我的身躯。你都唔知哦，我心内有偌艰苦，有偌唔甘啊！哟，看起来佫无像好头芳呢。哎呦，那遐太苦，看来敢若……哦，莹莹啊，啊，我心内已经真艰苦咧哈，你有些啥物态度，你无安慰，你搁伤我的心。你听啊兄，哎，莹莹啊，你看面久的啦，食饱用用啊，摕一块迄毋知啥物啊，迄惊人有够太苦的，你看。尼姑啊，你是安怎？工作也袂好，啊，毋知要房间休困，啊，坐才创啥？我可怜的一块嘛，你放心，你乖乖在内底休困。这挂肉之寿，我一定要报，我一定要替你报啦！尼姑，好啦，尼姑，我是甲你讲哦，我不准你去找迄个中山先生报什么仇哦，无我对人真歹势哦。无大，你即摆是咧讲啥？你若规个心拢歪顺中山那边啊？讲你袂记，伊捌传一部朋友来遮乱的啊，当咱内面欺负英英的，讲你袂记啊？咪姑啊，你若甲恁大讲话遮尔啊大声啦！我无袂记的啦，路翻雨，桥翻桥啦，一站归一站啦，我免咧人做一伙啦。伊救你这是事实哦，单单为了这站吼，我就对伊感恩不尽啊啦。你爱知影，迄时阵你最后什么三长两短，我是损失一个好兄弟，你知无？顺行，啊有闲会记过来啦。高官咯，多谢多谢啊，多谢。中山先生，我是来看明姑今仔日敢会当听啊，来你食。明姑即马好真多啊啦，气色嘛真好，多谢恁两位关心。来，请坐啦。来，我记过去遐误会，就请两位别放我袂记。莫安尼讲，应该是我甲阿三老三两个人今年接着啦。来，不敢不敢。记听兄，顶边我甲你讲的江滨会的代志，唔知影你是毋是有改变想法？关于迄件代志吼，我实在是真歹势。当时我来拒绝你，尾后我家己想看卖，日本人咧统治台湾，暂时是无办法改变的事实。搁再讲，恁的想法，加减对台湾人真是有一寡好处。我实在无啥物理由甲恁拒绝，所以呢，恁哦就照恁的计划去做，我甲恁支持。需要我的所在吼，恁尽量讲。真好真好，阮的拍拼总算有一点仔成绩。那安尼就决定啊，本人伫遮宣布江滨会正式成立。啊，好啊，多谢。来，来。你过来，来，你过来。中山先生哦，特别来看你的空水会使跳出。紧啊！哎，阿伯大，你即摆是规个人，规个心拢叫人买驾车。你的头壳是未清楚是不是？人因两位是特别来看你，按这种态度，敢袂歹势是？免来去好水啊啦！头一摆顾我一块嘛，搁互看一摆吼，无你甲连我膀胱拢叫挂去啊！